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浩明阿明姑，欢迎收看《福起来》。屏东同高雄如体北非规线的大厦，嗰是属于热带型的气候。嗰因为喺热带型的气候，嗰属农业喺两个因素里边最重要的一个经济的来源。但是因为我哋从细读书的时节，都冇接触到农业，嗰所我哋嗰度生意呢，喺毕业的时节，如去外地去寻工作，啊，等等农村都冇人。但是我哋今日邀请到个农夫身份哦，伊今日要同人讲，伊做乜嘅？我归去乡下重新开始上班。好的，马上来欢迎今天我哋来宾，我哋农夫身份的文清怡来到嚟现场，清怡。主持人好，大家好，我係來自屏東高雄的文清怡，今日當翻起來福起來咯。嗰時還有一位先生啊，等等陳真美。大家好，我係陳真美，很高興參加這個節目。陳真美，我想問一下，你這個本地係哪裡啊？老家是鹽埔。你是鹽埔人，所以說你係哪裡？高雄。高雄人，然後你係屏東人。我屏東。然後你，咁你一直喺你哋屏東下，還是講有去外面工作過啊？我細時陣到6歲，然後喺屏東高雄。在屏東高雄。之後就跟着爸爸到台中去，其實我在台中長大。哦，所以說你是在台中長大的。對。那個時候都聽到爸爸去台中，爸爸都因為工作嘅關係到台中去，係咪？那正明呢？也是在高雄。在高雄長大，在高雄工作一段時間。可是鹽埔是你出生的地方，對。但是你是幾歲到高雄的？小時候就到高雄了。所以說你們兩個幾乎都是都市小孩啊。是。那可是我們今天介紹的是你後來回到了高雄呢？這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我想，這總結還沒發生乜事情，因為。剛才講我望咗，你即個對高雄出身，咁話嗰時其實本來想講，唔可能喺高雄人啊，太是喺外面工作，後來又回來，尤其係證明你說這個是鹽埔人嘛，鹽埔其實也不算很都市，也不算很鄉下，但因為它附近還是有一些鄉下的地方了。那我想說啊，你可能也是鄉下小朋友，然後長大的時候，像我們求學都會到都市裡面去。結果你們不是啊，你們小時你們兩個路喺睇都市裡邊睇呀。那個先問一下，長毛能歸去做乜嘅？我能歸去向往大自然。可是向往大自然是我們的目標，但是真正的原因是什麼？就我們是為了孩子，是為了孩子。有了個能兩個人的都市工作，其實你這個唔前種檸檬，以前係做乜嘅呀？你還沒有種檸檬之前，你是做什麼？之前在公家單位服務，之前在公家單位服務。對。所以說那麼好的金飯碗，然後放下回去種檸檬，然後是為了小孩，可對不起，這個邏輯我有一點接不上。那麼同我介紹一下，當初做乜會放掉公職的生活，然後為了孩子的什麼？因為其實那時候在公家單位服務也是工作的時間很長。很辛苦，然後那時候孩子啊，其實就是兩個人在分說，今天你比較工作不辛苦就給你帶啊，我工作比較辛苦就沒有帶孩子這樣，我們覺得對孩子不公平這樣子，所以就想說回鄉下的話，重新有一個比較自由的工作，會對孩子比較好這樣子。雖然係按呢一啲原因啦哈，雖然是這樣子的原因，可是其實嘛有協調的方法，譬如講，你這個沒工作，好，如果帶生意呢？還某路講可能換一個簡單的工作，我們還是住在都市裡面，可是為什麼會毅然決然的又搬回高雄去，而且做一個你以前有做過農田，有做過什麼？我蠻好多從頭到尾都可以從講嘅，但其實佢啱嘅生意呢，多數根本冇接觸到我哋的農師啊，他怎麼會貿然要回去做這件事情？只是因為我的希望我的生意呢過好我身份。其實就工作大概就10年左右，然後就其實在工作上遇到一些瓶頸，然後覺得想換個環境。其實坦白講，一部分是自己，對，那覺得換了環境就其實那時候我爸爸媽媽退休了，那麼就回到高雄，他們其實也都在台中嘛，對，然後回到高雄之後，發現我們常回去探望他們，覺得這高雄環境很好，然後又很適合，就是在生活當中其實是很愜意的，然後跟我們在都市的那種壓力是完全截然不同。對，
但这个万岁对农村台的吼，就唔讲绿色嘛吼，对，唔嘛有影响嘛？这时间有啊，我过年的时间要归去，然后放寒暑假，我们要归去，然后迄下伫阿婆的木安尼。所以说那个时候，其实农村对你来讲，唔会讲全然的陌生啦。唔会。干哦，你其实虽然讲你是盐埔人，但是你后来你也是搬到高雄去。对。可是后来你有常回去盐埔吗？其实盐埔比较少，但高速蛮长的。那时候就因为都要带孙子，是为了要追他的关系吗？没有，那时候就是结婚，然后有孩子，然后孩子都会回去跟阿公阿妈在一起。然后那时候就特地都会带孩子回去乡村走一走这样子。因为高速老实说有一种quite特别的一种迷人的地方，你讲天也要水源过强，好所以我迄个年埔其实我哋提供高速鱼的水源的保护天啦，然后高速因为伊过屯嘅山过群。会亲，就是有一种，我能讲，其实虽然讲迄个泥埔我哋嘛唔算嘛太都市，但是我哋基本嘛唔算讲非过冲农村，我哋以前嘛是一种农村的样的，其实更加嘛冇穷样的，但是古树都有一种，我能讲以前过古早嗰种古树的嗰种乡村的嗰种宁静，可是其实对你来讲，系每一个过想起的，我留下了，我都讲。贴一片可以同我哋声音嚟看下生发的一啲归创业位的想法吧，就是高速的那个时候的环境啦、风土之类的。对，其实我们就是在高速，就是也真的会给我们就是一种很特别亲近的感觉，因为在都市生活当中，你看多了那些对都市的生活，那回到乡下，你真的觉得说，高速真的是一个，就像主持人说的，这真的是一个很风土民情很特别的地方。那你的安尼熊对我的都市搬过去，人家生意你有同意吗？哦，还生意过东奔。可是他要离开百货公司呢，离开游乐园呢？唔会，限岁啦，2、3岁都带过去的。因为其实2、3岁时也适应去过强啦哈。好，到今日过重要问题，请问啊哈，当然也要检方们标下来耶。你后来是公职转到高速去吗？没有，就是那时候就是决定整个都放下来，公职放下。对。好，这个决策，大概爸妈不同意吧？不同意，完全不同意。刚开始双方父母都觉得这样感觉不太对，对，非常的阻止这样。因为想讲。你至少可是你至少按上过去，你至少挑过去高速嘛哈，嘛还有一个公职，你转到高速去继续工作，免得哪天真的适应不良，你还有个后路。但是你们现在把后路里站喺度，好经验问题诶，那过去米农能用的省份咯，你喺中马的某还是喺港铁啊？我们一开始回去其实没有某港田，对，然后我们是大半年后才开始耕种柠檬这样子。种柠檬？种柠檬。中马个上岛种柠檬哦。哦，这也是因缘际会，刚好有这样一块地可以承租。对，那因为这样的机会之后，我们就开始承租这块柠檬田。那发现柠檬其实对健康其实有很多的好处，这样子。对。对啊，小木呀，妈你在种啊？就两个一起，两个人一起种柠檬。对。可是应该说种柠檬的技术，你们租的那块田，你不会把技术也租进去啊？你们怎么会开始学种柠檬？那时候是跟一些长辈有学，然后再来岳父岳母他们本身有一些基础，然后我们刚开始就学它。那只是说初期的话，就是用所谓的惯行农法。但是按那惯行农法对你来讲，其实你 OK 吗？就那时候其实不太适应，对。不适应的地方是哪里？沙药的龟壳。就是喷农药的时候，真的，我们那时候很好笑，还去买防毒面具来戴。其实是真的应该戴防毒面具，很不习惯，对，非常不习惯。我想大概没有人习惯了啦，那个，因为我这个买黑那田农村，其实可是在沙药的时间。你以前我哋走上我出去行路嘛，其實絕對唔可以出去，因為你走上嚟撒藥嘅。我覺得全部都嗰種農藥嘅味道。那唔同我講，你們一剛開始是用慣行農法，那後來呢？我們就是剛開始是用農藥的那個方式，慣行農法。但是我們自己就健康不能接受，所以後來我們就是調整，不要用農藥，對，這樣子。感覺是越來越傻了。又放下金飯碗回到高速，然後又開始現在是放掉農藥了，
用我们的比较健康的方法，如这个手臭的意思了哈，如这个如去绑臭，然后这个去除草，然后好强问哦，那些草怎么办？就是用割草机啊，比较辛苦的去割它这样。好，我的第二个问题出现了，请问一下，你们到底耕的面积有多大？我们大概将近9分地。请问一下，要割完一次要多久？割完一次大概要4到5个小时。4到5个小时，多久要割一次？大概2个多礼拜就要一次。可是根本如而法规都会时间可是去做一件事情，但是中文内蒙有过讲哦，冇，这个又是第3个傻了，就是叫做法案都行的，你中文内蒙有冇过讲？错，跟 video 嘛喏。video 健康，video 健康，可是付出的贵太辛力，唔会用农药。可是我有的问题就讲，做嘛个冇用农药，跟内蒙我个处。对，因为一般他们在外面为了取得比较漂亮的柠檬，他们就会比较长期就是要去施用农药。那我们的话，其实用的就是比较健康、比较低毒的这些东西。然后所以说这个的话，就是常常要去喷这样子。那好吧，那我们今天总结今天的一个东西，我们开场就知道听到了3傻哈。第一个就是放掉了我的那警方的鬼，我的那给我的那果蔬，听伊都讲冇做过农，如就去做农哈。第3个都讲味道爱健康，可是我们这个冇啥农药去做安尼内蒙，它最慢的结果你们喜欢吗？喜欢，包括生活上面呢？对，就其实带来的好处还蛮多的。那其实就像是柠檬一样，其实柠檬它可能我们觉得它只是一个配角，它可能我们都是榨汁，你不会觉得它的重要性。可是柠檬它不喷农药之后呢，它其实营养成分就在它的表皮跟它的精油，它是最营养的地方。那我们以前喷药，你不可能去把它泡在水里喝，因为那等于是泡农药水。那自从这样子健康的种植方式之后，那你会发现，其实它整颗都是营养，那你就可以很放心的，可以直接泡水，然后直接食用都没有问题，这样子。就变成讲，以前用农药时候，你可能把它把皮刨开一些，可是有时讲，譬如讲我们有时做料理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需要它柠檬皮的那种香味，可是我们不敢用哎。对。但是你看用咱的方法用以后，其实规粒的其实都安全的。对。好，我们等下你这个拿了，真是拿了一泡茶做柠檬水，哈、我如果等做料理的时候，有时候我们真的只是取外面的那个柠檬的那种香味的时候，其实它是安全的。对。然后最重要的，你要省饭哦，生意呢有挑。哦，我那声音可以听，就是小时候你会发现他在都市里面其实空间真的很小。那回去到乡下之后，他甚至跟我们都每天，就我们到农田，他都跟着我们一起去。然后甚至他怡然自得到就是香蕉叶铺在地上，他马上躺着就可以睡这样子。对，可是生意呢嘛，省饭都过好了哈。可是其实伊在表下都市的好省法，落去我的那果蔬。去开始种柠檬，其实也生活嘛过几好。休息一下，等看看人柠檬嘛做出嘛东西出来。欢迎过来，福起来的。上一堂节目，我哋咧青怡团也要欣赏真们对都市轨道的果蔬开始一种柠檬。我直接问你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好了。请问一下，柠檬的收入好吗？其实如果说就是以我们的刚开始只是采收鲜果，其实是不好的，对，而且我们的品相果品其实不漂亮，所以我们其实都变成次级品，对，那这样子其实就答案就很清楚，其实是不好的，对。不是，其实也係貴先生的問題，你講雖然我哋貴上要用一啲好的方法去種，哈，然後種出要真是一啲貴健康的東西，但是有些市場好多我哋都看獎啊，哈，比較漂亮的檸檬啊，可是那你變成人家次級品，價錢都冇辦法高，咁你有乜嘅想講，咁你如何去運用我們自己種出來的一個好的東西，然後去做不同的銷售方式啊？我都講你編發某樣樣嘅。所以我們就因為就是採用友善的方式種植之後，其實連皮都可以一起用了。那我們就想說，那我們來做成加工品。那檸檬醋它就是一個很天然健康的一個加工品，然後就也很簡單。那我們就從檸檬醋開始製作，然後變成就是做成一系列的相關的加工品之後，發現之後呢，然後這樣子其實可以把就是原本
可能1颗柠檬这样单纯的收入可以乘以2倍、3倍以上这样。是，也是一个好方法啦。因为讲，真正俺的农业嘛，最可怜的都买一级产品。如果俺的生产嘛个都买嘛个，佮价钱是最俗的。但是真是可以变成加工品的时间，唔同讲的柠檬汁啦，无论俺的其他俺的更加像俺的昨天有嗰种柠檬干，这个东西其实都变成加工品以后，其实也会量唔是很大。我们可能1颗柠檬可以做成好多的柠檬干，对不对？那柠檬干1包了多少钱？你看柠檬1粒那多少钱？对。好，可是其实也会后来2级、3级各种产业时，也会价钱都变得无同样的。好，对经济的改善嘛好好。那种呢，其他有做嘛个产品哦，可能有做柠檬泡茶片。柠檬泡茶片，也很用的做呀。哦，可能用就是直接机器低温烘焙，那我们是做无添加，因为就现在人都很追求健康，对。可是像俺的柠檬的泡茶片，都等于讲你这个还得找那个柠檬片，但是也维他命 C 那些都是还存在的。可是变成讲你这个一般的柠檬片是不用久的，讲湿的发以为然后讲会发霉。发霉。但是你的用低温去把它干燥过之后，其实实在是泡在底会茶里边。其实按那个方便，对我有的上班族来讲它其实是一个非常方便的一个饮品。那还有呢，你另外有发展哪个东西？那你有一个柠檬泡泡，就是它是一个可以清洁洗手洗碗的一个产品这样子。像安那些东西，难道我想要用来拿来发展安那些产品哦？因为俺能提供，俺能在市面上的规都还用咖妹啊，对不对？因为我们的橘子油我们这个已经是非常大家都知道的产品。那你为什么想要用柠檬去做呢？我们的差别就是说，像是柠檬其实是柑橘类，它其实是清洁效果最强的。那柠檬精油它其实有一个很特殊的香气，然后另外就是因为我们是做友善的耕种，所以你不会有农药残留的问题。那农药其实是水溶性的，那你如果用惯性的话，其实你会把农药释放在液体里面，那其实这样子就会有一个比较不好的循环在里面，这样子。可是当初你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其实也要可能会反映你全部都想过的。就像头东讲的，其实农药它本身是溶于水嘛，可是你变成做安的一种产品的时候，其实可能多多少少都会提低半。但是你的那产品里本身也给代谢的个价，可是变成讲做安的产品的时候。如果唔会有那些东西，你会提给底部，可是拿了洗嘛个东西，它根本就不会残留在上面去。看，像你的柠檬醋跟醋哪里来的？哦，醋我们其实就是也是用就是市售的，当然就是比较糯米醋，我们是用糯米醋去酿造这样子。因为其实给很流行吃醋嘛，因为醋多，其实。醋吃到身体里面其实是变成碱性的，可是但是其他个东西，你讲唔伫给矮人的吃啊，耐吃因为柠檬可能还可以啦，就是外面买都把皮削的，但是这像的柠檬醋，它的市场反应怎么样？这我们其实客人反应很好，就是而且他们特别会要求，就是我要那个1年以上、2年以上的那种醋，那效果是不一样，风味也不一样。所以说，你还会醋已经跟红酒一样，还有那种就是变成它也是有那种年份的。对。可是这个吃起来真的不一样吗？不一样，风味完全不同。对，香气。跟咱你发生了按照产品以后，按样去卖的东西啊，你还会销售的通路是什么？之前就是会跟着一些所谓的市集展售的一些活动一起参加，然后就是有时候要跑中部、跑北部，有一些展售会，我们就会跟着一起去。可是那个展售会是谁叫你们去的？他可能有一些公家单位办的，例如像客委会也有，或者农委会，或像希望广场，他们就是可能是农会办理的，对，然后我们就会去参加这样子。那个时候你们把你们的产品跟着这些通路上去的时候，我们的消费者的反应是怎么样？就是刚好我们那个其实很好，就是说你可以直接面对消费者，所以你的产品好坏，其实他们马上就会反馈给你，所以你可以知道说你的产品其实要怎么去做调整。那刚开始我们的像包装就很丑啊，人家就会觉得说，那你这个包装是不是要调整一下比较好？那我们就后来就会去找一些比较好的设计师来做这样子。好，可是从俺的那销售的方式里边，其实就得到了一些俺的消费者给我们的一些回馈，你提供用去改进来的那产品。其实如我哋头先开始讲，跟迄个有啲农夫生法，也係一定用它是一个销售管道吗？还是迄个店的喏？
哦，它是一个店面，实体店面。那我们是因为就是透过一个就是在美浓，它有一个留美培力计划。那我们参加这个计划之后呢，我们才开始有这家店的形式产生。那因为我们其实展售一阵子之后呢，发现其实要真正对农民有帮助啊，其实真的不是用寄售的方式。对，那因为我们自己如果我们产品如果是交给实体店面通路的话，其实用寄售方式真的感觉上好像要等2-3个月才领得到那笔钱，那其实有点久。所以我们的在店的销售方式，其实我们都是采买断的方式。对啊，一件事情啊，真係搞唔到清楚，因為其實同我講寄售應該係我哋他港人最熟悉的一種方法。你講，譬如講，有啲東西我去人店嘅方賣，吼，可能都本6折5折，然後你都買，你都可能買全額，冇都講可能打折什麼7折，但係對你來講，只係為2-3個利潤，你有乜個唔冇呢？这样那我们这样其实对店家比较好，但是对农民真的没有，就是农民会变成说我要很久才会收到，等你卖完之后这瓶商品，那只是食品是有时效性的，对，那他可能我们其实小农在做产品，我们日期不会压很久，因为我们都无添加，那其实只有6个月的展售期间，那你已经放了2个月、3个月之后，你再退给他，他剩了3个月，他不知道怎么办，对。那如果我们直接实体店面买断了，剩的3个月我们可以做促销，那是让我们实体店面直接做，对，我们就会做规划计划这样子。其實咱嚟講啊，我哋發現我冇唔錯咧，因為其實像我哋農產品唔係嗰種標營養量嘅。對。好，如果標營養量嘅，聽人講，唔愛買係的，然後有錢數。但是唔愛叫買係事實上係唔啲。嗰時其實對於啲資金主宰冇安好嘅農民來講嘅話，其實啲錢等於都賭嘅嘅。錯。唔啲那叫我估嘅來，但是伊可能我需要廿錢去做下一擺嘅工作，無論下一擺我可能伊啲擴張某東西。嗰時咱嚟講我哋發現其實寄售對於我哋嗰種時間冇長嘅東西來講，其實是一個不公平的東西，對，不公平的一種做法。對，因為其實當然我希望講，可是對你來講，你的店家地方，你還會壓力的櫃台啊？壓力櫃台。因為你們等於是買斷，錯，對不對？因為多時間都冇買係，都虧人呢。對啊，其實我們就是從經驗中開始慢慢學習，然後其實我們也就是這樣子的方式，我們其實也吃了幾次虧，因為有時候你可能沒有注意到那個日期，但是其實展售期間，有時候可能因為其實我們在美濃這家店形態是屬於觀光客居多，對，那其實食品時效性真的很短，那你有時候稍微沒注意到，它其實就可能就快集齊了，那我們就只好自己消化掉。係啊，可是對我哋農民來講，伊至少馬上都有得現錢，好，伊馬上講要做周轉啊，冇得講要做新嘅東西嘅話，伊係有錢嘅，唔是講有等於講買開到3張嘢嘅票。其實對於啲農民來講，3張嘢可以對種下去都菜蔬，伊都可以做起來，但是伊可能因為冇一條錢，伊都冇辦法去做一件事情。但是多多少少有一件事情的話，伊都可以去做嘅。其實按呢方法其實應該講咯，唔能把風險拿不得即個身後，但是也風險係唔即個可以控制嘅。佢種的用按呢方法，睇嘅點嘅地步。都等於講，你還同時有賣便宜的東西，係咪？就是在展售期間，我們讀的歸都同樣的相同樣的就是青年農民，然後是小農。那其實我們都是自己生產一些，就是像這樣的這一類的初級加工品。對，那這些都是很好的產品，只是缺少一個就是實體的通路的平台，讓他們去展售。對，那我們的店剛好就是可以讓這樣產生一個更好的方式，然後讓大家其實都可以有一點點收益，然後有一點點可以就推廣。這樣子，其實我們都站在一個推廣的角色來幫同農友做這樣的一個的服務，這樣子。我想講，唔頭先講嘅嗰重要嘅東西，共好、共好。對啊。就是講唔係咱愛好，好唔係愛好，因為他個人都提一塊土地方。對。尤其係講即個講睇美濃算是還算歸鬧嘢嘅地方嘅，但是唔係嘅東西係其實係富區的人農民做出來的東西，種嘅東西，一定冇安尼嘅成本，冇安尼機器有一啲店嘅，但是人家一般的店嘅來買一點嘅東西，不用一定嘛有一個窗口可以去接觸到我哋嘅消費者。其實反正講也係一個幾好嘅一個觀念，因為我哋這個路口買開店嘅，其實一家店嘅一條路巷，有幾家店嘅。
但是你这个讲米的农民，有这个一家店嘛，唔可能，因为啊种田啊，那可能一古店的土地嘛。可是加上讲，我哋基于的人，吼，伊这个嘛从你这个人嘛系种人嘛，你这个嘛有安尼想法，把人家店的同他跟人共下来分享，让大家去借由这样子的一个店面，去开始去做他们的农产品的销售，我觉得也还quite好的方法了。但像你董事都有安尼想法吗？我们其实就是因为自己，对，这其实我们就从生产开始，从1级、2级，然后我们现在跨足到第3级之后，我们发现真的，从要1、2、3这样连续做下来，其实不容易。对，那因为我们其实自己有经历过这样子，就是你可能寄售啊，然后你很久才会，因为通常寄售都3个月、2个月、1个月不等，然后有时候你可能根本就忘记说这笔钱到底放在哪里，然后卖了多少。对，有时候就很多会有这样的状况。这个都有安尼的经验。对。其实这个咱农业石头有一句话，都高讲，如果讲万年有限的时间，如以天数嘅无限的嘢，但是头当我哋咧轻易同我讲一句，最重要一句话讲强好，强好意思就讲，我哋今日有安尼机会，而同他人来分享。休息下哦，我哋下一趟埋嗰度过精彩故事哦。翻过来，复起来。上一台节目我哋来宾讲一点睇米农，可以一家农夫生发的一个店嘅。想问一下吼，像你头嘛讲嘅样，你哋店嘅地方有卖其他的农民的产品，咁你哋家店嘅地方有乜主打商品嘛？我同你介绍一下嘛。可能主打商品就是爱玉跟豆花，然后都是我们自己做的。对，爱玉同豆花哦。对，其实爱玉係哪來嘅喏？甲仙有機愛玉，咁你即個寫，還俺哋這個寫，你即個寫出來啊？豆花喏？豆花我哋用我們自己就是採用非機改的豆子，然後自己製作。可是這種東西，奈如以外，怎麼是當初我想到安尼東西都能主打商品？因為想到檸檬，你就會想到愛玉。對，而且其實愛玉係台灣歸特別的一個東西，因為其他地方寫唔出愛玉出來。係，可是我哋用安尼，因為你這個本身係種檸檬嘅，可是想講檸檬愛玉嘛，可是都做愛玉啊，感覺都好嘛，賣好嘛。賣都還不錯。對，那其實我們當初會就是考慮用愛玉，還有一點就是，其實我們就是在高樹，就是水源保護區，那用的水就是我們高樹的水，對，高樹的泉水。其實寫愛玉其實歸水歸重要，對，因為是唔嗆嘅水，應該講，其實我哋後來發現係礦物質啦，唔冇水哦，其實寫唔出好嘅愛玉出來。可是也都係你這個本身嘅產品係咪？係。檸檬愛玉，來試看看啊！試看下。其實我對檸檬愛玉我是幾好了，可是我其實我嘛算係個半專家。因為愛玉其實冇多好食，而且更加要水質真係冇多好。以前我哋買過去吼，唔係擺喺地方有油啦，吼冇得講水質唔清，你都根本寫唔出來。你怪的東西。但是我想問哦。我用一粉配講，我哋化學嘅嘅愛玉豚，我哋真是吃養的愛玉，而用一粉配的。其實那愛玉哦，它會浮上來，它比較輕。對，那重的愛玉就是有添加的，它會往下沉。對，所以我們在喝愛玉的時候，你如果用杯裝的話，其實吸管要往上抽，你才吸得到愛玉。因為愛玉真正都講，其實有譬如一股佢淡嘅味道。其實真正的愛玉吼，冇像我哋即個有人工做嘅愛玉安暗香，伊冇安尼嘅香味，係，但是也俾香味係嗰種鬼刺眼嘅嗰種淡淡嘅一種味道出來。草香。嗰種人咧，除了唔同嘅講人有豆腐法啦嚇，有我哋嘅檸檬愛玉以外，但現場有按多裝備，係咪同人哋介紹一下？佢係我哋講嘅手工皂係咪？還是家事皂？可能是家事皂嚟，佢乜嘢做呢？对，那時候我們是跟當地的一個老師，手工皂老師，然後我們就把我們的檸檬，然後給他自己來製作一個我們自己屬於我們自己的檸檬手工皂。所以說，其實我們不用樣樣都會啦，因為其實我們跟別人等於是策略合作，因為陪你做手工皂，係你技術啊。對。聽如果你這個要再跨入一個產業的話，其實你要東西你要重新好，但是這個是一個很好的方法。如果我提供無毒的好的檸檬，然後他從事一把牙的技術拿來做加工，做出一啲植入，
更好的产品，对，他能讲嘿。像啊，那东西听起来店里面卖好嘛？哦，那个还不错。因为其实你看，它假如是一个专家做出来的话，其实它的也会也会硬度哈，跟它的耐用度其实就会够。对，清洁效果很好，然后所以它有固定的支持的民众。对。刚还有呢，香港的现场有安多的产品，也有黄金乌龙茶，你那边中内梦哈了这么有黄金乌龙茶吗？因为我们那时候其实在开店的时候啊，其实也想要找一些当地的农家来配合。那我们这个乌龙茶是一个很老的茶行，然后我们跟他就是做这些配合，然后发展一些不同的产品，有多元化的产品这样。好，可是我们的本身都希望讲，其实你的嘛可以去认识附近的一些商店或者店家，无论讲有的其实做过旧的一个产品，来做你的天的店里面地方卖。可是像到遐黄金乌龙茶，它也特色黑嘛呀。也要茶叶很耐来喏，对，他就特别强调它就是台湾茶，而且它是检验合格的，对，就很强调这个。哥，我也有看到一个古早味姜片的，也很蛮多东西喏。怎么有安尼产品出来呢？当初那个就是哦，那时候就是有一个我们有发展一款姜汁柠檬饮，对，那这个部分就是姜，当初我爸爸他自己有种。对，然后种了之后发现，其实姜它对身体其实很好，然后跟柠檬其实也可以搭成一个产品。对，那我们直接就把姜片呢，直接炒黑糖，然后就可以，所以你吃到的不是就加工过后的东西，它其实就是你可以吃到姜的原味这样子。而且还有我们讲的归辣，但是有一种无糖的一种甜蜜。对。不是，其实都可以当零嘴，尤其在讲的秋冬季的时间，其实对暖身体其实来说是非常好的。对。那从你的那农夫身份，你这个店面黑一层还是2层啊？1层楼还是2层楼的店面？1楼是店面，然后2楼我们有设计一个教室。一个教室，还用了怎么个用啊？对啊，目前的话，我们那时候其实参加这个计划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就是规划了一些，就是说卖农产品之外，其实我们希望教一些大家对于一些简单的柠檬醋的制作啊，或者是像柠檬清洁剂，我们希望在上面有一个像小学堂的概念，就是说，大家这个柠檬你买到很多的时候，那你怎么样去做运用？那还是说你可能手头有什么样的萝卜啊，那你怎么样来腌萝卜？我们那时候就希望说在这个地方做一个教学。佮等于迄个小型的观光工厂样的呢，好，你可以讲，那今年来不单是去买那个东西，其实嘛可以一个体验的一个活动。对，因为其实你今日离行慢慢就讲，唔係講去到嗰邊買乜東西都正，我哋嘛幾希望我喺一邊可以體驗到一啲無同樣嘅嗰種農業嘅加工品的一種經驗。那這種的也要靠場地班，你們曾經推出過怎樣的一種體驗的一種課程，或者是教學的課程？目前的話，我們主推就是像所謂的檸檬醋的製作，我們比較做的大多是檸檬醋，因為這樣檸檬的使用量可以很多。然後再來就是我們可以就是做檸檬清潔劑。那我們本身的話，目前還有搭配一些像一些他們可能是美術的課程，就是我們有搭配一些因為我們剛好對面是美容國小。那所以剛好就是跟一些老師，然後他們可能來做一些像什麼蝶谷巴特啦，或者做一些熱縮片啊，這種小朋友他們就很喜歡來我們這邊，就是吃東西，然後可以學東西這樣子。對，如果你能把那個空間做一個多元的運用，咁你頭都講緊你農夫生活地方有安尼體驗活動，從人因為體驗嘅體驗活動係嘛，大概你最想去參加係乜嘢？因為我們店裡啊，其實是主打愛玉跟豆花甜品。那其實洗愛玉，這個大家還蠻喜歡的。對，我想我也會很喜歡，因為其實這個冇簡單呢。因為洗愛玉真的要天時地利人和，因為唔係講買個水買個白的，裝好都可以洗。但是這種體驗活動能用去搞啊？洗愛玉其實是一個還蠻互動性的一個活動，然後可以教他們怎麼樣，就是來的那個客人他們怎麼樣去在過程當中，其實愛玉它是一個稠稠的果膠狀的東西，那你就因為你吃的時候你感覺不出它的稠狀，可是在洗的時候你會覺得那個稠稠的觸感是很特別的，對。然後那我們在教的過程當中，我們會教他們怎麼樣去先認識愛玉，愛玉怎麼來的，愛玉真的是台灣特有的東西，那很多人其實都不知道，那我們就會播放一些影片，然後教導他們怎麼樣認識愛玉這個植物，然後再從開始再慢慢他們教在洗的過程當中要怎麼樣去親身去感受那個洗愛玉的過程。咁你係咪同人講一下講愛玉？譬如講我哋
拿到一粒爱玉，也开开始样，而且破开来，对，要破开。可是唔能係已經係破開來洗澡的啦。我哋咧洗澡嘅，对。好，可是等於講，愛玉拿到以後要破開來翻面，对，然後讓它籽其實暴露在陽光下，你一起洗澡。對。然後我哋咧消費者唔同，譬如講我哋參加一體驗活動嗰時，伊拿到係伊哋已經洗澡的愛玉。好 ，OK， 剛好對下開始講，我拿到愛玉以後，後來呢，也要用嚟做啊。要一个清洗的锅子嘛，对，然后一个好的有矿物质的水，对。那接下来我们会用一个洗袋，然后把爱玉籽倒进去，然后之后就可以开始搓洗，对，就可以开始搓洗。从以前我有人讲，今个人讲你大锅子，是，伊迄咪有乜个限制啊？譬如讲，我哋以前是讲冇洗枪嘛，有油的啊，伊都洗唔出来的嘛。对，错。听人讲。它一定要不锈钢锅嘛？铝锅是不是也不行？对，其实它是不锈钢是最安全的。对，不会溶出其他的东西出来这样子。係，因為我以前嘛有人講，其實嗰個有啲白的吼，本身唔啲起碼嘅人伊都洗唔出來。對，其實嘛洗過槍哦。可是從咱嚟開始去搞安啲東西的時候，那些參與的人應該很開心吧？他終於知道愛玉不是那種。搅和出来的东西，它其实是能够合法有讲洗，好洗爱玉，洗爱玉，你真的都用裁的裁出来，对，就是搓洗的，像在就洗衣服这样搓洗的过程。那其实很多客人他们其实可能市售的假爱玉吃多了，不知道真爱玉的口感到底是什么。那他们当然。这重点是他们自己吃的，就是自己洗出来的爱玉，那感觉是更不一样的。唔見人家對當初對對台中回來以後，差不多應該一多年了。就我們回到公司是第5年，對。第5年，然後一直到應該有一點農夫生對。其他小朋友講，15年來有 healthy 嗎？有沒有後悔？應該是沒有。其實就是這一段的生活其實就很豐富。其實就是生活就是還蠻精彩的這樣，因為你幾乎是換了一個跑道。對。那可是你按你換了一個這種跑道以後，你再給他回想過來15年，其實係值得的。對啊，很值得，真的。很值得，因為其實生活品質以後，聽伊都講，其實我認識了個東西嘛，做過多事情。那對未來呢，有乜個想法嗎？就是希望把更多的好的產品，就是推廣給其他的人。对，所以我们就也是希望说，未来有没有機會在可能中部、北部去銷售農產品，因為其實銷售的管道其實還是在中北部，那我們在南部其實只是一個起點。那我們希望說，未來把更多的產品推到中北部，甚至外銷的機會這樣。可是問題係，你哋而家那用3年啊，你們要怎麼去分配？你哋而家工作分配很有分配啊？目前的話就是我們店面的部分是自己做，那其實我們目前也有跟一些農友配合，那他們其實現在也在各個地方有開一些不同的店，這樣子。有一句話講，嗰種你想要做一件事情，全世界有一種天數，其實更加係啲老人做成的一啲人才嘅，我能夠歡喜看到啊，等啲年輕人對都市歸來。唔單止講我哋聽啊，等啲鄉村地方食飯得幾好，而嘛幫我哋鄉村地方最好的東西，分他跟你做分享。今天感謝兩位來到我哋現場同我哋分享段精彩故事。謝謝大家，謝謝大家，歡迎來美濃的時候來我們店裡走一走，休息一下哦，等下聽下先來運動一通哦。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又來到好好運動的時間呢。我是我介紹，我王正祥，來自於屏東縣長治鄉，積極導演屏東分會，一片係蔡先生，一片係潘先生。今日要同觀眾朋友介紹呢係丹橘梨皮，丹橘梨皮係我哋呢樹那徛放以來的時節，用來去按摩到我哋的脾臟，跟我哋的兩隻腳打開來，看到下邊上來，兩隻手拿放起來，都讓我哋的肩頭高的時節，我哋的右手手指中當行，我哋的左手手指向下擺。我哋對左手拿放來吸氣，
多样时节，我哋呢书包装瞄一下，东方同下摆，对称东方以来，东方以来，我哋对做书的书棍输入来，加了下表上来，两个书包装平平上对好来，我哋对有书东方来吸起。翻书的时节，我哋呢书包装翻书的时节，挑起。过来呢，我哋反方向坐到喺我哋呢左手向下摆，更加为我哋呢右手向下摆，数字向下摆，对我哋呢右手方向来吸气。都要停留一下，透气，气头透出来。书包装让我当我哋呢调拿东方，讲我哋呢都市下摆，对我哋呢右手放下来的时节，透气。两个书包装相对的时节，我哋呢左手老方以来系吸气，然后到两只手平平反转的时节。气头透出来，手呢，左手拿上去，右手向下摆，两只手对棒的时间，我哋去吸气，吸气都一好，我哋再跪倒转来。我哋呢左手向下摆。右手无痛，更加加一个专强嘅呢动作。单举里皮喺我哋呢左手拿方以来吸气嘅时节。利用我哋压缩嘅时间，来按摩到我哋呢皮层臀位，帮我哋呢皮层臀位消化以后，帮我哋呢体层同细层好运好吸收，体层好流通。更加多嘢时间，记得我哋呢强劲转一下。可能那只手底下背唔强劲到转对那片，果然我哋飞到转来，飞到转来过后，我哋呢双手同样打开来，再方向再扭一下，我哋呢左右手向下背，左手向东方，我哋再对左手捞方起来。左手拉方起来时节，同样压缩，都要平方起来拉方起来，吸气，翻到转来时节，系气头跳出来。也系单举例皮，今日我同观众朋友做一个示范讲啊，我哋要注意哪只意，注意的地方，脾胃功法都系要注意，
我哋也一聽得下吞，我哋也一吞，也個與我哋係按摩一個空間，所以我哋注意時間係我哋壓縮嘅時間，所以我哋兩隻手拿放起來時，注意講我哋嘅數字唔可以按呢，我哋向下背嘅時間數唔可以按呢，數字唔可以按呢，也要注意地方，我哋兩隻手拿放起來時間，也冇拿按呢高頭嘅時間，我哋嘅肩頭位唔鬆開，數位軟。也要注意地方，講我哋觀眾朋友要注意講我哋嘅手棍鬆出去嘅時間，我哋手棍唔可以按呢，我哋要鬆出去。鬆出去嘅時間，我哋一隻手嘅數字向東方，一隻手嘅數字向底下，也要注意講我哋唔可以向東方嘅唔可以按呢，向下背嘅也唔可以，手把重嘅唔可以按呢。冇延長，我哋主要延長我哋嘅隻耳吼，也有一個筋路，我哋嘅筋路要放上來，要注意一點。當我哋呢做事放上來嘅時節，我哋呢企落下邊上，我哋要注意呢，喺我哋呢肩頭要邊上來嘛，我哋呢肩頭係按呢呢，我哋呢手棍會歸軟，要注意吼，所以我哋呢肩頭邊上來。兩隻手鬆出去，我哋拿上去嘅時節要注意下，我哋轉鏡鏡嘅時節，天天嚟轉，鏡鏡唔好個一下去都會轉下去，我哋呢鏡鏡，我哋呢有鏡鏡嘅通脈同前脈，所以我哋呢脈頭也要注意我哋呢脈頭嗬，我哋歸來嘅時節也慢慢嚟歸來，也觀眾朋友要所做注意嘅地方嗬。所以我哋要注意嘅地方都係講啊，我哋嘅手棍有邊鬆毛，我哋頭皮有順毛，鏡鏡轉嘅時節有順毛。觀眾朋友聽到我哋來做嗬。觀眾朋友，初到所介紹呢係單舉里皮，希望觀眾朋友好好來做，我哋下一次那來了。